好，来乡亲啊，咱回头继续来讲即届的卡努风台，嘛带来着真强的风，造成风害。尤其是台北市甲新北市，这个风是有够大。透早这个市区是测到9级的强阵风，山区甲海岸边更加是透10级到11级。这个国道1号就北18.1公里，福德隧道的出口，都大樟树啊，雨风吹甲倒去。挡着2个车道，造成着大塞车塞7公里长。另外，台北市的万有2号公园有凉亭啊，互大风吹害。新北市新店甚至有路树是连树带根桩挽起来。车驶出去，磅空口树仔碎倒落来。车的十方玻璃破去，这是国道1号上北18.1公里的福德磅空口，路边的树仔倒伫咧外车道，互车辆踏入7公里。相关单位当伫咧处理，若看到风台吹倒过这架车。现场这边已经拉起封锁线，带你来看，在我后方的这一个木造的休息亭已经是全数倒塌，规座插起的凉亭啊、条啊规支挽起来，厝顶的铁片啊嘛含着土壳，缀着椅啊。台北市文山区万有2号公园，因为中台卡诺风台，甲遮吹甲规个路苍苍。它那个主底本来就是已经有腐烂了，那其实公园处他们也已经编列，本来是上维修要补强。那因为台风来的关系，可能真的是撑不住。袂好，甲就去所在修理好势，就靠风台吹断。相关单位来到现场修防锁线，避免民众划过来。那凉亭啊后壁真侪樟树啊，共款动倒烧坏，含电火条啊嘛起一平，加载无人着伤。不过看到风台风实在真好，路边树啊倒去真形，嘛是直透团。树仔坏倒伫咧路边，紧规带断，上少10台奥多麦拢去撼着，车主上班看车，别拢惊一条。我们那种会报警是怕里面有人，就是可能有人经过，然后被树压倒，所以我们赶快报警。从暗时啊到今仔日下晝啊，看到风台发挥扫过湘北，台北市大屯山有10级真强的阵风，都算是市区冒7级到9级，新北市五指山含东北角冒11级，南口中和冒9级真强的阵风。另外，几排露营车停伫咧水源快速道路顶，占一排车路，车驶过拢真危险。风台过境下晝啊，嘛是有线线的车主，袂记咧伫7点进前刷车，却警察开单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